那些脑残古装戏就是不尊重史实啊！笑什么呀？娘娘，奴婢总算是明白了，您啊，这是在用苦肉计呢。奴婢今日听到消息，太后听说娘娘情绪不稳，怀疑是江映月那小妖精蓄意陷害太子爷和娘娘落水，已经震怒。现在呢，江氏那小贱人被关进圣宁宫，被太后教训的可惨了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刑罚呢。落水？您说什么？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好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现在呀，太子爷和赵王还在圣宁宫外跪着求情呢。您说，赵王担心那小妖精巴巴的在那儿跪着也就罢了，毕竟是自家媳妇儿，咱太子爷去跪个什么劲儿啊？这不明摆着给赵王添堵吗？也给娘娘您添堵啊！哼，那个江映月，光是摊上蓄意拉太子下水这一条，就很有可能被处死呢。处死？你是说落水的事是陷害，可能会把人处死？是啊，娘娘。走，去看看。娘娘，您这么斗志昂扬就对了。真是太残酷了，太后太有才华了。好晕啊！来人呐，上第16种刑罚。滚！